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嘉樂叔叔。每逢聖誕節，街上都會有好多聖誕老人嘅裝飾。不過，你哋知唔知聖誕老人嘅由來呢？等我同你哋講下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個地方叫帕塔勒，就係今日嘅土耳其。有個男仔叫尼國魯，住喺海邊。由佢識行路開始，就好深深咁愛慕天主。雖然年紀好細，但佢喺星期三同星期五，即係食啲簡單嘅嘢，好專心咁祈禱同幫人。佢仲好勤力研讀聖經，心裏邊希望世界可以變得更加美好。尼國魯大咗之後，發生咗一件令人好傷心嘅事。佢富有嘅父母離世咗，但佢冇自私自利，反而決定將所有財富用嚟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有一晚，佢聽到有個窮爸爸有3個女，因為冇嫁妝，婚姻無望，甚至可能陷入貧困。尼國魯唔忍心，於是佢夜晚偷偷3次將金袋由窗投入去。每一次金袋跌落去，就足夠成就一場婚禮同幸福嘅婚姻。最後一次，嗰個窮爸爸捉到佢，緊緊咁抱住佢。尼國魯細聲講：呢啲係天主嘅恩賜。因為佢暗中嘅慷慨，佢成為咗小朋友心目中嘅英雄。之後，尼國魯成為米拉嘅主教，佢身穿主教聖袍，幫助所有人。喺壞皇帝迫害基督徒嘅艱難時期，佢曾經被囚禁，但始終勇敢。後來佢獲釋，仲喺大公會議、尼西亞會議入邊為真理辯護，反對錯誤嘅基督論。尼國魯嘅冒險仲未停。有一次，風暴中有水手向佢祈求，佢就喺夢中顯現，平息波濤，引導船隻安全返航。佢甚至阻止劊子手殺害無辜者，攞走刀劍，高聲呼喊正義。仲有一次，佢喺夢中向皇帝顯現，話放咗嗰啲善良嘅士兵。皇帝真係照做。尼國魯周圍旅行，摧毀偶像，靠天主嘅力量治癒病人。尼國魯活到大約70歲，一生仁慈慷慨。佢喺公元350年12月6日左右安息，葬喺米拉。但佢嘅故事隨住船隻傳遍世界，水手稱佢為保護者。小朋友好中意佢嘅禮物，所以佢成為兒童、學生、水手，甚至悔改盜賊嘅主保聖人。好多地方都叫佢聖誕老人，由荷蘭語聖尼克音譯。喺佢嘅瞻禮日送玩具，提醒人哋佢暗中嘅慷慨。小朋友，從聖尼國魯嘅故事，我哋可以學到，我哋都可以好似佢咁暗中行善，分享玩具，幫助朋友，為人祈禱。天主喜愛樂捐嘅人。下次到12月6日，記得感謝聖尼國魯，展開屬於你嘅善良冒險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